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9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巷仔内有一摆厝5、6栋徛家，若像受到附近施工的影响，昨暝向起一边，规栋塌落去一层楼。经消警甲住户144个人拢疏开，市府嘛有先管红门头抢救，那详细原因要给你调查。往那边，往这边。住户早向公共收拾的行李，赶紧撤离到安全地点，因为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附近的巷仔，初一暗时发生民体出入去下陷，警消赶到现场疏散住户，各有封锁线警戒。现场一直传出爆炸声音，而且暗时10点外，一栋民体佫出现下陷，当场2楼正做1楼。这巷仔内有一个海山厝最近的途径，根据台北市机关表示，建成动工了后，附近的厝发生壁溃，不过向建商反映，却无得到适当的回应甲处理。工地的工人先喊他们里面内部的工人赶快疏散，那已经疏散了半个小时之后，才通知这边的住户要疏散，所以这里的住户相当的生气，认为他们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啊！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来坐镇指挥，各用关键的方式进行监控。目前有35户144人，先用专家车疏散到市政大学了后，搁去旅馆安置。初步了解施工的工地现场，因为往下开挖3层，但是并没有马上做这个大底，所以造成现在目前了解是连续壁都破裂，所以我们即刻的用灌浆的方式，让压力再把它撑回。当然，他们第一时间。就在蒋万安受访的时阵，现场佫传出声音，因为厝即马不只是厝气，还佫下陷的情形，已经扩大疏散范围。台北市府强调，一定先考虑市民的安全，佫强烈呼吁民众唔通等厝摕物件，才别发生危险。等确定现场状况稳定落来了后，会马上通知住户。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庄过道落大水后，到暝时还落袂停。安南区长溪路水是淹到脚头有遐悬，甚至淹入居民的徛家。那小东地下道淹水有2公尺深，警方是赶到现场管制交通。大雨一直到小东地下道无偌久，就加做一条河道，用要一半拢浸伫水内，警方赶到现场交管。入暝了后，雨势是有够大，台湾高速道下骹水淹将近半个车轮悬，交通大拍夹。高速自家上深淹50公分，一定外送员无法度继续工作，只好伫路边苦苦等。但是过去的时候都会淹，颠来颠去。颠来颠去。安南区长溪路一段水淹到脚头区，一天已经淹3摆，居民真怨气。影响上啥路用啊？政府要搞处理吗？我问你安就好啦，政府要处理无啦？你要叫人来搞到摒扫无啊？安平区运河水费涨价，特别甲路面共款悬。台南为昨中昼开始就落大水雨，一直到昨暗，真济行政区14点钟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因洪区阁出动移动式抽水机，不过因为雨势伤过大，无什么路用。公路的移抽啊，现在是2台都启动移抽的情况。那我们在雨势一开始打起抽水位的时候就启动了啊，因为现场雨势过大，所以才发生积淹水情形。那我们会再持续推动改善。雨车灯河积水伫昨暗时8点外提起，不过气象局提醒今日依然爱细致大水雨。明天天气呢是时晴时雨，相当的不稳定。中午过后，中南部、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现。气象局预估计中昼过后，中部、南部甲东北部山区可能有在延时强降雨，也有局部大水雨发生的机会，民众都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风台海葵顶礼拜扫过咱台湾，台东的路边有真侪树仔去互渗倒，需要外界协助。高雄市就派35台机具和80个人去斗救灾。
另外，风台造成失电，地属市机场有2万多只鸡仔死亡，嘛已经拜托屏东县来到处理。台东加油！高雄市政府7日暗时派32台大型的工具机到台东，嘛带80个人力支援。在风灾了后，救灾力量欠缺的台东县，总算等到头一批救灾的支援人力。以我们经验，大概很多大型的树木倒塌以后，需要链锯，需要一些大钢牙来捕捉这些大的树木所以我们说也要派了很多链锯工过来这边到支援。透早高雄市支援人力马上到台东县北的乡镇市协助清理倒去的这些树仔，因为这些树仔的数量实在真多，尤其是大树无法度用烧的处理。目前台东市本所安排场就蹲超过50栋，数量实在真多。我们先暂置在各乡镇市的掩埋场，那将来我们掩埋场进行整理整顿计划的时候，再一并来处理。因为风台造成停电，未少跳舞场发生灾情，其中集中型的演艺场因为无电、通风不良，造成全县超过2万多只鸡仔死去，差不多60栋。县政府接到通报，紧急协调屏东的处理厂业者再烧30栋，出来由台东县家己处理。协调了环保局，我们会用台东现在正在使用的焚化炉来逐渐的来把它焚烧，把它处理掉。县政府估计，农业损失已经达到7亿元，畜产饮食的损失也阁陆续的发生。县政府是讲会赶紧处理死亡的畜产动物，防止传染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德鲁固自强号败北2档了后，煞伫车厢内底找到受难者的头壳骨，引起争议。台铁局长讲会敲电话甲家属会室里，去互批评无诚意。台铁是经过召开记者会正式会室里。嘛强调会当面拜访家属。关怀小组它的网络包括用 Line 或者是如果愿意接受的话呢，我们也会用致电的方式来表达关切跟歉意。代志发生2年，太多高号事故车厢内面，方发现讲有受难者的骨头，对安怎向家属来回释呢？有说关怀小组的代替局，伫第一时间讲出用通讯软体，也是敲电话，搁一摆引起外界批评。何彩6则找相关单位关门检讨的行政院副院长戴文灿，按搁较有同理心，必须要采取1对1的方式，那么来追踪每一位这个家属。那希望能够让家属感受到这一份用心跟贴心。台铁局向所有这个我们相关的家属及社会呢，先致歉。90度行礼，台铁局临时开记者会，正式会室里强调讲一定会当面去访视49个受难者的家属。会室里提供关怀，嘛会主动帮助家属去认领遗物。因为台铁最近搁清查车厢，搁找到包括衫、证件和红仔等等168件的物件。对相片来看，拢已经破去、歹去。受难者家属委任律师担任受供，家属搁较希望款这单位较紧提供完整报告。没有任何对于事实的交代，也没有任何的调查报告结果，家属要的是真相，这绝对不是一个台铁层级的道歉。我们认为应该负起这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行政院，所以应该要由行政院层级的人来进行道歉。不同单位之间的一个横向沟通，还有在程序面上面的一个检讨，那我们预计会立即展开，那预计会在1个月之内会完成。但免受后续政府的处理方式应该更较有路，嘛要确保这种事件莫再发生，才袂互家属心内的伤好气搁互挖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一个50岁姓颜的小队长，5天前伫北投分局时，涉嫌调民众的个人资料提供予修理车的朋友，检方搜查了后，约谈小队长等3个人。不过详细是为着什么目的，或者是偏头，拢该调查。大庭警察攻入去，远近强势压制。伊是中正一分局清查队姓颜的小队长，已经做警察30多年，捌得到模范警察。这个互人发现，伊涉嫌乱用职权泄露国防以外机密。严姓小队长个人疑似涉及不法等情进行查处。针对远警违法违纪事件，一定从严查办，以为警察形象。
涉案的小队长为2018年开始，也伫北投分局的时阵，都涉嫌真侪解查询民众的个资，涉入互修车厂的朋友，好亲像做不法的代志。检廉车拉发动搜查，约谈关警甲修车厂的业者等3人，要来查清楚偷查个资的目的，也甲是毋是有对价的关系这疑点。不过专案的笔空，都是检方伫侦办另外一件刑案，伫相关个资看到伊的名，早意外查到这个案外案。庄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经济不是有问题，亲像台版的干部这案，都有关警做内鬼，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查个资，较贪污罪起诉。也有20外个员警涉嫌甲台湾业者交结，让道安老胖协助开假红单，互人依照道理等罪起诉。只要发生重大风纪案，警界高层拢会讲整顿警纪的决心。不过这种案件也是一再发生。我觉得应该要加紧脚步，甚至就是说，把一些也许不管是督察也好，政风也罢，把一些具体的方式可以呈现出来，比现在的现行的登录的方式，可能要做一些更加严的措施啊。要改善违法的乱象，除了靠政令宣导，对同事行为加注意以外，学者嘛指出，相关监管的查核拢都要加强，卖互整顿警纪变靠好，一再影响警界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差不多，受到低压带影响，各地头的天气无啥稳定。气象局是针对台东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受到低压带影响，各地头熬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中南部、东半部、北部的山区熬下雷公雨、甚强阵风，民众出门就要加注意天气变化。温度的部分，因为云较济。各地头的高温是29度到32度。气象局预告，拜六北部的天气会升转好，中南部、东南部也是会落阵雨。礼拜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东北部甲花莲会落阵雨。刷落来会透东北风，冷空气会接近台湾，各地头早起的气温会较降低。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台南天狗节的病例已经有4703例，这礼拜开始拜1到拜5会派750个国军去铺药啊。另外，苗栗出现第3例确诊，是带病入境的出发型天狗节，不过病院煞无通报卫生局。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无法度参加 U16的亚洲篮球锦标赛。不过，咱篮球协会洪亚康讲，是因为2月家己无去香港参加会议，才会唔知让比赛改规定，连抗议的机会也无。篮球协会是出来背会讲，这场会议敢若选举，无讨论U16比赛细节。来看联合报，9月初一开始，台湾恢复住伫国外中国人会使申请来台湾观光，到初6为止，已经超过8000人申请。导致平均申请的数量比疫情之前更较侪。根据国卫院上新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的比率已经达到8%。即马都有药房是加入照顾的据点，准备一个空间出来，让失智症的患者会当来遮上课，而且是量早发现问题，都会当量早治疗。是大人伫教课老师的带领之下，对音乐、手和脚拢嗨嗨的当当咧。无共音乐是配无共的 pose， 老师阁三不五时，甲大家鼓励一下。这种团体活动，大家是笑甲足欢喜。这是新北市第一间加入失智长照据点的药局，拜一到拜四拢有课，让他们多做一些肌肉上的一些运动。那其实最重要是让他们的心情能够愉快，然后不会觉得说做运动好像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其实都很开心。台湾到2025年会变作4年会有够大的社会，失智的人口占的比例，当年拢一直增加。目前65岁以上的失智成行率已经有8%。各地政府嘛继续在加设失智长照据点。新北市政府邀请社区的商家和组织做失智长照据点，希望降低失智患者和家庭的负担。有师讲，因阁会当来倒调药啊。
有些失事个案，它会有一些症状发生，那不一定是因为本身的情况，有可能是它用药所产生的问题，然后我们药师可以只有这个方式来做一个介入。为了强调据点，新北市目前有533间药局，一家日式地守护站，会当提供时代人认知功能和情绪的体检。药师工会讲，透过专业深入社区的服务，卖当早期发现失智患者，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有一个磅空的研究员，伫咧探勘的时阵，煞熊熊胃出血，伊无气力佮爬出来，就煞掉伫咧土耳其第3深的磅空内底，差不多是地下1000公尺的所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拢派出救援队，开始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差不多150个工作人员拼命将伫探勘研究当中煞熊熊破病40岁马克迪奇，为下骹差不多1000公尺深的洞穴救出来。美联社测试摕到一段迪奇垂落伫洞穴当中的影片，迄时阵救援人员已经伫伊的身躯边。I'm doing well, thank you. It is amazing to see how many people have responded on the surface. We're still waiting for communications to actually reach down here. So right now it's a day to 2 days worth of travel for information to get back and forth. I'm alert, I'm talking, but I'm not healed on the inside yet. 迪奇感谢土耳其政府应变真紧，派出一支先遣医疗团队将伊救出来。迪奇是伫测试伫这个土耳其第3深的洞穴，带一个工作小组绘制新通道地图的时阵，熊熊胃出血，救援团队先为伊输血，一直到测试量到，伊的状况稳定落来，胃出血已经止掉咧，已经用食一寡物件，啊，毋过无法度爬离开洞穴。He is not able to get out of the cave, but he is now in position to go with the stretcher. There is no case in the world where we have the biggest cave rescue operation. It's some sort of, let's say, challenge to reach that depth in cave. 下骹温度4到6度，这参加救援的工作人员表示，若用碳架改根，可能需要10到15天，甚至更较长，才能将伊送回地面。若拄到真下通道，还佫拓宽到沿河碳架通过。另外，通讯系统建立也需要时间。土耳其军方已经伫迪奇迄边有一条线，佮伫离洞口差不多700公尺所在设基地营。迪奇本身是一个洞穴探险家，也是一个洞穴救援人员。啊，不过健康出状况，反倒倒来需要被救援。若行动成功，会加做活教材。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因为偷走税佮违法买枪的问题，这个月底可能会互检方起诉。即马后生还官司，老爸拜登的选情嘛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美国第一夫人确诊，拜登伫公开场合煞拢无被挂喙罨，嘛引起众人的批评。拜登的后生亨特官司伫审，恐惊会起诉。根据特检卫书拜三交法官的文件，检方要要求大陪审团伫29进前，就亨特走势甲非法入境的部分提出告诉。卫书伫6月就指控讲，亨特2017和2018年的收入拢超过150万美金，不过拢无照实报税。另外，伊阁伫承认食毒了后违法买枪。今年7月之间，亨特检方就2项罪名协议认罪无起诉，受到法官驳回。要注意的是，针对亨特的调查，敢会影响到拜登总统？外界质疑，拜登伫副总统任内用家己特殊身份替后生伫中国和乌克兰等地商业活动战力。共和党有人讲要甲拜登弹劾，后续的发展恐惊会冲击到拜登的选情。另外，拜登最近拢互人真注意，伊的夫人吉尔这礼拜确诊，伊是密切接触者，照规定伊要抵喙炎自主管理10天。不过找5伊用抓包，甲一个老兵飞行员颁勋章的时阵，流喙炎，外界讲伊是歹模范。I explained to the press, I've been tested again today. I'm clear across the board, but they keep telling me because this has to be 10 days or something. I got to keep wearing it, but don't tell them I didn't have it on when I walked in. All right. 虽然拜登出席活动的时间较无15分，不过包括伊家己在内，台顶双人拢是80岁以上的高危险群，病毒可能伫国较短的时间内传出去。拜登吹落伫公开场合特别保护讲，家己拢有照时间体检，检测结果嘛拢是阴性，目前并无任何症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中国公布新版的地图，甲台湾、南海、佮印度的边界拢列入因的国土内底，引起国际抗议。美国国防部就批评中国亲门大户，小想要国际接收。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嘛呼吁中国莫做鸟鼠仔，影响G20峰会谈合作。中国8月底发布的新版地图，甲南海国岛、甲中印争议领土划入去，引起真侪国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地图非法的领海主张，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一届无爱参加伫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外团都是甲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地图有关。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希望中方莫搬烟搅乱者，影响合作。The ques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ffecting the summit, really, that's up to China. If China wants to come in and play the role of spoiler, of course that option is available to them. Their attempts to try to create a new normal in terms of resetting boundaries and then expecting other nations to comply with that. 美国国防部指出，这就是各界是安怎搁再看到美国甲印太区域盟邦以及与华真密切的合作，伫捍卫自我主权方面进行协作。对于中国也甲钓鱼台划入地图，日本透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不过中国拢无插。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是理所当然的。那张所谓的标准地图，其实就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证明。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咱国外交部也对中国地图提出抗议，讲无论中国安怎黑白母，拢无法度改变咱国存在客观事实。不过，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罕见的伫官方的文件称呼台湾是独立国家。美国国会是毋是原来的共款？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苏莫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G20的高峰会，初9要伫印度起稿。不过，在邀请的帖仔内底，印度的国名煞改做布拉，就是印度梵文的名称波罗多。外界力约可能印度是要改国名。另外，印度政府是开美金1亿来操办G20的峰会，为着试用的美官煞甲散车区拆掉，引起百姓批评。印度的穆迪政府一直拍拼要甲英国统治期间留落来上定，为印度的城市景观、政治机构。甲历史册内底刷走，毋过外界咧以为也有一步要做，可能是上大条的。目的本人定定用巴拉德这个梵文名代替印度，印度人民党的成员嘛爆发起改国名的运动，要来摆脱殖民思维，回归本土。伫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的进程，有消息讲，总理目的送予各国领袖的正式满意邀请函，以巴拉德总统取代印度总统，引起外界改国名的采用。Mr. Modi and the BJP are definitely using the G20 summit to for their electoral gains and for political advantage. 印度媒体消息讲，目的政府会伫9月下旬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提出改国名的决议案。伫无敢作业、无共政治立场的团体之间，引起真大的争议。另外一方面，目的政府开1亿美金，用1年的时间。筹备20国集团高峰会，要打造欢迎强大的形象，总领到2000多万新德里。几若年来有真侪民众寄居伫无规划的市区，变作垃圾的贫民区。为了饲养的美观，当局伫4月初1到7月27之间，拆除49个乱建区，收回政府用地229英亩，居民方安置去围困社区。一个单间1个月厝势按2500印度卢比，引起民怨。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要提供乌克兰10亿美金的军援，其中包括兵油飞弹、兵油弹药。这寡弹药有轻度的放射性，真有争议。兵油弹药若拍着战车烧起来，产生的溶液，人若输入去，可能会伤到腰子。罗西亚就批评美国安尼做是咧犯罪行为。来看美国明年要大选。中国选哪像伫社群平台办侪假笑话，利用 AI 刊出和政治相关的文字和影像，要煽动美国选民的情绪。有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这款指控实在是真歹心肝。海葵风台扫去中国转做热带性低气压，香港有侪所在拢上大雨做大水，当地是发布乌色大水河警告，提醒民众溪水岔流。
若1点钟雨量有到758毫米，是打破139年来纪录。咱总统蔡英文去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参加因独立建国55周年。蔡总统是感谢史瓦蒂尼伫国际支持台湾，佮讲即阵非洲有真侪国家拢在关心台湾。另外，台湾明年要大选，蔡总统认为中国介入选举的力头会增加，咱就爱细致。事实上，死亡也跟我说，他说，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政要都跟他在询问有关于台湾的事情，也关心台湾的事情。做访史瓦蒂尼和媒体的参会，蔡总统受到非洲政界真大的欢迎，佮讲到台湾伫非洲的重要度正在提升。政府推动的非洲计划嘛，会强化台非关系，替下任总统佮拓外交空间。尤其国内的大选，外界更较关心驻美代表萧美琴，敢是民进党赖清德的副手，蔡总统敢有伫中斗协调？如果他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谈。好，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那我当然也会帮忙。好。另外，最近传出美国对台湾施压，讲要开发生物战机，这假消息。蔡总统强调讲，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法合力量是一直增加，方式真多元。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民主是真重要的挑战，个人一定要注意。相关单位嘛要较紧解说和澄清，尤其政府执政的主调是稳定和发展，会克服挑战。就是2个字，就是稳定发展。我们也都是一个冷静的姿态，好，一个稳定的措施，哈，来一一的克服这些挑战。蔡总统参加友邦史瓦蒂尼55年的国庆，嘛是史王温史瓦蒂3世55岁生日。台语是比较王室的成员和各国元首。史王致辞的时阵，佮第一个讲到蔡总统。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蔡总统的位就伫王母和王妃边啊，下面是真接待互动。蔡总统嘛参观四间政府病院，尤其是2021年完工的急诊大楼是台史合作的成果。嘛感谢北医医疗团队14天的拍拼，一做就做了14年，非常的不容易。苏国卫生部长嘛感谢台湾伫疫情期间是遮尔斗3天，而到台湾的讲话经验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无合理的，讲因会继续帮助台湾捍卫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副总统赖清德伫新北市万里的旧厝有违建的证据。赖清德亲身说明，讲因兜是公寮，民国60年都已经摕到门牌啊。若侯友宜、郭文哲拢提出65岁以上免纳健保费的证件，中央讨论了后，嘛决定要扩大补助，上紧2025年施行。出来，医国体育主播报达人的后生鲍俊和，也甲代理营业改进推动者陈昭珠对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连续2天杀医疗政策，初次提出安乐死甲代理营业议题，坦白讲家己支持，想要到有什么理由反对？伊讲是对的，应该都爱实施。你这种安乐死的问题，你知道哈？我也觉得，我个人是赞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是实际上看过那些病人的样子嘛。郭文哲甲侯友宜拢提出65岁以上的长辈免健保费的方案。七日卫福部甲行政院开会，决议明年会甲长辈的健保费扩大补助。不过卫福部长施水元初次表示，话讲了上紧，预算天数也是爱遵守，真正实施的日子上紧嘛，都爱到2025年。侯友宜透早就去花莲进行宣布行程，互人解读是要甲花莲立委鲍坤琪修补关系，嘛叫中央政策唔通做半套。好的政策，花莲跟进，但是要做全套，来照顾真正需要被照顾的长辈们。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望未来长照产业的推动更加顺利。不过最近赖清德伫新北万里的旧厝，叫人质疑是违建。赖清德早起出席活动，特别亲身甲媒体说明，旧厝是公寮，民国70年以前就有啊，符合法规。因为那个老房子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也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调查。如果有需要配合改进的，这个我们都会配合。新北市政府爱赖清德赶紧照规定申请。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也是积极约挂号2个人见面，无放弃在野整合。我们都在持续的邀约，然后各方的幕僚也都在联系。郭台铭最近过来走夜市，要甲民众博感情，后礼拜领表可能就会宣布副手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发布通知，讲9月初6到初10要军演，针对浙江东平的东海海域为飞行禁区。咱国防部嘛证实这个消息，研判中国是要办实弹射击演练，演练范围袂影响咱台湾，不过会继续来监控。中国持续武力恐吓，咱国防部初次公布，掌握到共军伫浙江外海威慑禁航区要实施军演。那么我们判断呢，它会进行年度的计划性的一个实弹射击操演。那么基本上，国军会运用整个的联合情监侦的措施，对相关情资来做一个非常充分的掌握。那么也会做分析的比对并且妥适的去应处。国防部研判，操演范围未影响咱海空域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国防部要开3.72亿，委托中科院制造24万粒 MK2 手榴弹。外界关心 MK2 是老款的手榴弹，是安怎要搁生产？军方解说，主要是要把库存弹改换新引信，也因应需求量增加。因为每年入伍的新兵都要接受实弹导弹训练。在113年会针对这个露营的义务役，还有志愿役的人员，会从一些这个基本动作、手榴弹的这个爆炸的原理跟诸元安全规范来做一个循序的说明，然后会实施实弹的投掷。整个手榴弹我们为了求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是委托中科院来制造引信，来满足实弹投掷还有训练安全上面的一个需要。那咱国安体系传出会有变动，体会主委彭世宽可能转任行政院政委员，现任的主委会由国安会主委兼国防部长严德发接任，前参谋总长陈宝如接任国安会主委。对于相关的讲法，总统府是回应政府的人事仍做有调整，会伫定案了后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基进党甲一寡独派团体昨伫台北市自由广场举办台湾大普渡，因讲要普渡过去伫威权时代受难者。伊嘛讲到台湾转型正义的脚步已经慢落来，呼吁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就要严肃来处理。念香敬重所有牺牲于中华民国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之英灵。伫台北市自由广场头前摆倒举办台湾大普渡，台湾基进党初7集合侪台独团体到自由广场头前祭拜台湾过去伫威权时期受难的人士。为什么这些英灵的愤怒不会消散？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既然还在崇拜、还在纪念这个屠夫这个独裁者。1、2、3，中国。众人以铁链仔甲蒋介石会当相救互倒，有228受难者家属讲，台湾推动转型正义已经侪年，但是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认识还是无够，因为现主时推测转型正义的进度拢无进步。学者也讲，转型正义是国家走向民主的重要阶段。要为这个专制独裁体制要过渡过渡是迄个全自性嘛要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咱必须爱做思想控制嘛主张关系权威主义这边的物件一定爱放弃。我常常讲，咱少年人为什么拢未想到228的问题？咱在定拢讲228就是一个连假，我们去玩。台独团体认为，现主时少年人对转型正义的认识也是无够，致使转型正义歹推动。李慧生是呼吁，现主时当咧拼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要特别关注现行教育体制当中对人权、历史等等转型正义的议题认识敢有充足。记者阮由随台北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讲全世界有真侪所在新冠疫情是又搁压起来趋势。国内贸医师表示，新冠病毒的结果无啥稳定，无几个月都有新的变种。中福感染的状况嘛真常发生，特别是接落来天气变冷，这病毒是会搁较高传，上好是搁去注意标。国内新冠疫情持续降低，根据疾管署最新监测，最近7天每日平均新增加45例。顶礼拜每日平均新增加8例死亡，比前一礼拜的15例降低47%。虽然最近国内疫情缓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全球真侪所在新冠疫情有升悬的趋势。We continue to see concerning trends for COVID-19 ahead of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Deaths are increa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ICU admissions are increasing in Europe.And hospitaliz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several regions.
世卫估计，全球目前有几十万人因为新冠住院，情况虽然烦恼。国内医师也讲，新冠是一种冠状病毒，伊的结果无啥稳定，几个月就有一个新的变种，所以登复感染的情况会真接快，尤其是伫换季变冷的时阵，会互病毒的进化率变高。呼吸道病毒都是在秋冬天容易流行，所以未来在秋冬天，可能所有的病毒都会有上升的趋势，包括新冠在内。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本土甲境外移入的新冠个案，也是以 XBB 变异株占比达到9%上济。为了因应秋冬可能会搁反复的新冠疫情，疾管署原来规划 XBB 疫苗，上紧9月底开始注，建议上好搁注一支。值得注意的是，一种高度突变的新型变异株 BA.2.86 已经伫瑞士、南非、以色列、丹麦、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出现。伊是一种高度突变的 Omicron 变种病毒。莫德纳7日发布的上新临床试验数据表示，升级了后的疫苗产生的 BA.2.86 的保护性抗体增加8.7倍，互民众得到有效的保护力，目前等你等待美国 FDA 的批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第3个卫生所7月因为医生退休，转加做县内第3个无医生的卫生所。目前是在地2间私立病院咧支援。不过南投县的卫生局嘛表示，因为骹手无够，毋但是医疗服务，阁爱宣导公共卫生的政策，要招医生来是阁较无简单。民众带囡仔去南投德山卫生所注预防射，但是讲到原本伫遮服务的驻诊医师，今年7月退休了后，甲当拢无新的医师来，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医疗服务。路途的那种时间就有差了啊，对啊。像如果到这里10分钟，到秀传要20分钟。真侪德山镇民讲，卫生所离市区无偌远，比较病院是方便真侪。但即马煞变做伫个南投市中寮乡后壁第3个欠医生的卫生所，目前暂时是德山在地的秀团和东华2间病院的支援。竹山将近有52000的一个人口，那这样子的一个在群体医疗或者是流行病，像之前COVID-19 这样的情况，传染病的时候的话，就需要医生的进驻，就是会受限于我们医师门诊数没有办法说整个很充足，所以他们可能1个礼拜只有2个诊可以过来这边打疫苗。中部各县市的状况都无相同，亲像彰化县27个卫生所拢有驻诊医师，但是苗栗阁有7个卫生所是找无驻诊医师。另外，南投县本身连县府伫遐的南投市，对今年初甲大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拢也阁招无袂到医生。卫生所的医师毕竟是公共卫生的服务，所以他负责的不会只有单纯他认为的医师该做的一些业务，他可能还有其他包罗万象的这些啊。另外还有个是行政相业，我们也派了心脏专科医师，还有胸腔专科医师到信义卫生所去，甚至神经内科的专科医师也到中寮卫生所去。我们还是很期待有一些年轻的医师。德山的秀团病院讲，虽然医疗人力已经进步啊，嘛是阁会找人力去支援，希望甲在地化医疗服务补起来。但是卫生局嘛承认讲，部分的这种公费的医师真欠，加上阁要负责医疗以外的业务，嘛或者本来想要去不是都会区的医生，听到这就感觉阁要阁考虑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扶基金会公布，因去年帮助26000户弱势家庭，这3户内底就1户是为家长破病带来经济问题，致使少年囡仔就要担起照顾的责任。家扶基金会是希望会当募款帮助一寡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改善散车的困境。照顾厝的人是逐工的膝头，15岁高中3年级的子怡，因为爸爸甲阿兄破病，爱做厝内膝头，搁爱落田做代志。就算真有志气考调第1志愿，嘛因为需要照顾厝的人决定放弃，选择离厝较近的学校读册。伊上介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唔免搁当当当。如果有一个机会，我想要真正的释放自己。家扶基金会甲影后贾静雯导演杨丽洲合作拍微电影，联合为善车儿少甲家庭讲话。捌伫少年时阵负担家庭重担的代言人贾静雯表示，这弱势囡仔需要改变的力量。我觉得这个翻转是非常有意义跟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大家的原生家庭都是无法改变的。
去年予家户辅助的有26000户弱势家庭，超过8000户的家长面临健康问题，每3户都有1户因为家长有疾病来困扰，弱势儿少被迫爱变照顾者，家长看病佫带来经济问题。当你受到健康因素影响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没有收入了，所以这对整个家庭经济是影响非常的巨大。去年家福基金会发出将近5000万急难救助金，中大医疗就占7成。今年家福的募款目标是7000万。家福表示，家户需求逐年提高，希望募到款项来做急难救助加建构脱贫能力，协助因渡过难关，重新站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私立幼稚园教保员，去年去予家长指控讲，伊上无虐待11个囡仔。地方法院即阵甲判刑1年10个月。不过因为有一寡囡仔抵着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有家长是认为这个判决也是上轻啊。去年1月，台中市私立的特幼稚园是逼出苦毒囡仔的案件，细陈的教保员是对因班至少11个囡仔实施行暴力，而且威胁学生袂当讲出去。经过台中地检署提起公诉，台中地方法院最近审理了后，照11个成年人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强制罪、恐吓危害安全罪，判1年10个月，其中8个月会当用罚金代刑。家长讲判伤轻啊。太轻了，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学生，我们全班2%的人都有受到老师的一个施虐，然后这种心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求助专业，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孩子，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很无力，怎么孩子在我手上变成这样？就现在的老师啊，都一再的宣导，不可以再有这个事件的发生，巡堂啦、督导啦，然后在行政方面能够做得更多这样子。学校是强调讲，细陈的教保员已经离职，目前是继续加强巡堂督导，避免这种事件再发生。一寡家长讲，虽然事件已经过1-2年，但囡仔同款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情绪定无稳定。医师建议讲，在家庭家长会当把握时机，互囡仔一寡正面的物件，增加囡仔的自我认同，而且理解囡仔所有的情绪，莫想负面去看伊的反应。目前专案阁会当上诉，台中市政府进前已经对细陈的教保员，甲通报做无责任的教保服务人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有一间透天厝，有毒品贩仔伫内底做毒品的咖啡包，因的制作甲包装拢是用自动化设备咧做，提高生产的效率。目前检警嘛已经抓到5个毒品贩仔，查到毒品原料相关的证物，已经甲因移送法办。警察总比这一转，破门入去抓犯人，向方看到警察入来嘛惊到，但来当互警察制服，因是毒贩集团。检警先经过几啊个月追踪，发现嫌犯利用红刷这间老厝做掩护，来秘伫内底制作毒品。贩卖毒品的主嫌张某，伊来租用这老旧的透天厝，为着要增加伊生产的效率，伊来引进一寡自动化的机械，来进行这毒品咖啡包的包装，来分装。原来这涂骹一包一包亲像咖啡包的物件，其实拢是毒品。因为着要提高生产效率，佮引进自动化机械，一天上悬当生产8000包，内底制作人员一天薪水是8000块，是完全企业化经营。毒品贩卖地点，大高雄地区是拢有。伊所强调的就是伊的品质介好，卖长货。伊咧贩卖毒品的地区。规个大高雄地区拢有，阮专案人员几啊个月会来跟踪来调查，来进行搜索，来甲破这个贩毒的集团。警方伫现场查到毒品甲自动化机械、现金等等证物，5个嫌犯依法上班，嘛呼吁民众毋通因为好奇去食毒。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的归仁医院长期以来车济交通复杂，才发生车祸。经过台南市交通局改造医院了后，这交通事故发生率嘛减少35%。医院内车来来去去，全台湾上济医院的城市就伫台南，其中归仁医院因过常发生交通事故，即摆归仁医院无共啊。
交通局甲原本机车道提掉，空间用来为做划线，嘛保留停车的空间。可惜人行道标线参过路人的庇护空间。交通局指出，改造半冬了后，沿环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降35%。不过民众所反映，定定改来改去，互因不飒飒。一直改来改去，希望说它之后可以就是固定怎么样，不要说又涂掉又重画。用路人使用归人圆环的这个开车的这个秩序，跟他的习惯，包括说行人的动线上的问题，我们会在全面的在滚动检讨。改正沿环主要要提升过路人的路权。9月多好是交通安全月，伫学校因是坐带囡仔过车路，甲交通安全教育向下定根。慢看停听，过马路时我会举手。1到8月份，我们针对路口不停让行人的取缔件数为170件，5号至路口未停车再开，我们取缔的件数是85件。今年6月底，驾驶爱让过路人的生活上路，虽讲让过路人的情形有改善，不过也是有人无守规矩。但是警察局表示会加强稽查甲处理。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最近热水客南平海嘉东是愈团愈多，专家嘛表示，这会影响到台湾第9种沙尾仔的生态。云林县政府按算10月底进前会来做整理，希望会当减少对沙尾仔的威胁。环保职工手举机啊，一丛一丛将海嘉东撮起来。最近伫咧热水溪南岸发现到未少海嘉东的生态，恐惊影响到咱台湾的沙尾仔的复育。云林县负责相关的单位提出对策，按算伫咧10月底会当将20公顷整顿完成。因为海茄冬的生长影响到汉招潮蟹的活动的空间，而且复育的空间，所以这次我们会进行所谓的海茄冬的移除啦，就是为了保育汉招潮蟹的部分。云林县府表示，热水溪这几冬透过县府甲第4河川局等等的单位合作，改善风肥沙的问题。虽然海嘉东这只生态会当减少风肥沙，不过嘛影响到沙尾仔这寡生物要进化，所落来会设定范围刷走部分的海嘉东，和热水溪南岸变作重要的湿地生态。台湾汉招潮蟹，然后它是全世界的特有种，只有在台湾才有。那它经过生态调查发现，有85% 以上的数量都在浊水溪出海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做书法有一部分是为了帮它建立更好的生态环境。风野保护协会表示，经过调查研究，热水溪出海口特有的台湾沙尾仔有87万只，其中分布伫咧热水溪南岸未寮地区的就超过60万只。透过环保志工来整顿红树林，希望会当守护台湾沙尾仔的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民雄的大树叶文化节初5正式开始。昨下晡，嘉义县政府甲大鸟街坊文化协会举办照景放水灯的活动，要带民众了解民雄的文化历史，体验祭典的科技。伫闹热的街仔路来行读，了解地方文史。嘉义县民雄乡在地文史团体配合大树叶文化节活动，带民众行民雄街仔认捌地方，嘛了解大树叶祭典放水灯的科技。这个放水灯的意义拢无了解就对啦。今日顺这个机会，咱先贤大德对这个大水叶放水灯这个活动，安那来老水厝歌舞108朵水灯，那象征的就是好兄弟姐妹呢，从水把它引渡上岸，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挥大树叶的祭典安尼。为着要祈求地方的平安，放水灯进前，或许搁爱先来分钟，也较早民雄的4个城门。虽然后来落着大雨，也毋过也是有真侪人为头行到尾来参与。民雄这个大树叶是除了普渡以外，搁有把这个大视野圣诞千秋的大树叶生这个概念放入内底，所以民雄这对大树叶的崇敬甲信仰，是我感觉这个导览内底上重要的部分。作为一个台中市的人，就是这种成长记忆真的完全没有这种印象的时候，来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是蛮羡慕的。大鸟街坊文化协会讲，这是第一届配合大树叶庙嘉义县政府来举办的行读活动，希望毋但有宗教活动的热闹，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记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舞台剧《真干条件》为2001年开始，到达已经是第8出啦。
这内面拢是描写小人物的故事，观众拢看甲真感动。导演表示，即届是要透过笑开戏的手法，讲一个退休的老人想要伫厝内底受到尊重，讲这三代人大智慧故事。我们这家人会不会太斯文了？怎么没有人讲话啊？开口讲一下啊！爸，寿星先来。对嘛。生日快乐！伫戏内三代同堂做伙过生日，不过互相之间的关系稍有淡薄气氛。这是立功剧团的导演吴念真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三代斗阵的议题，描写戏内主角伊的退休生活，厝内人煞无甲重视，无甲关心，伊的尊严要安怎维持？其实就反映观众身躯边的真实状况。我即摆有健保阁诚好哦，大家一个拢亲像阿不得，除了长照之外。长照是照顾那些不能动的嘛，这些会动的更难照顾啊。其实我是有意把它弄成喜剧，我觉得很严肃的问题用喜剧来看会比较有趣。吴念真导演的舞台剧《人间条件白》环境歌月底就要搬上舞台，这个系列过去的剧情拢淡薄悲伤，不过这届无同款，用戏剧的手法讲出后籍后母做家庭人生百种的形态。虽然没有嫁过人，但是也听过很多，就是在婆媳相处关系上面一些，有的人就会在那个老公的家人面前这样装的很好，然后私底下就是好烦，我想回家这样。阿公廖明灿差点被警察抓去关，感觉有些淫乱。爸爸对妈妈提，同阿公对奶奶哈腰，一山有一山高，爷爷有山高。演员嘴念 rap， 传达少年世代对顶一代的无认同，嘛展现现代人对家庭的真侪无奈。导演甲社会现实搬上舞台，嘛互真侪人感受真深。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新德县唯一一个结合农村甲滨海的休闲农业区，为着要推广在地特色，举办亲子渔业体验。现场唔但有钓石班的比赛，更有海味 DIY 活动，互游客会当更加了解竹北的产业。甲鱼钩放入去水底，变偌久，石斑鱼连伊就食鱼。当然，囡仔袂当轻松钓鱼。为着袂去伤害到鱼仔，完全无用鱼钩。现场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大家拢笑嗨嗨。大力，然后你要这样子，然后鱼跳上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真厉害的。新德县台北市水决休闲农业区占地约480公顷，是市乌鱼虾仔14间业者做伙成立发展协会。要来共同发展在地产业甲观光。假日可以来这边释放压力，就是从捕鱼，然后到认识鱼，到钓起来之后一起煮饭、一起做饭、一起学料理，然后一起体验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钓鱼体验，现场也利用在地食材，甲大家 DIY 做出好食的料理。小朋友其实愿意学，那其实像在父母跟小孩的沟通，可能也会比较 OK 一些。协会把设计4款特色行程，招民众做伙来体验渔村生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菲律宾佮号做千岛之国，小岛的囡仔要读册，爸母就爱驶渔船甲载，若阵拄着歹天，就无通去啊。今仔日国际教育专题报道，行入世界的边界，带你继续来看台湾团体远山呼唤，伫菲律宾的哈尼高岛起造校船，互囡仔去读册。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帮，要带你了解当地详细状况。哈尼高岛边仔寮南岛只有38户居民，囡仔就爱坐船到附近的岛屿读书，也因为气候常常无稳定，互走船变较真危险。加上这油钱真贵，对当地来讲，这交通的成本伤过悬，囡仔因为安尼生常常走学无来读书。Ano tun dako na ay tun gamay pa na pamut dili kay makakani dili kay tungod dira sa bayad pero kung jaon na dako na pamut makakani na kami diri yan mo absent。当地捌发生读书过程当中冰船致使囡仔跌落海的情形，造成真侪囡仔心肝头，对读书是真惊吓。即马晚上呼唤有含当地合作校船计划，由当地人逐工驶船去接。即马囡仔读书坐船安全性是大大提升。我们盖了一艘大的船，
开始送小孩去上学。那这艘船，跟当地的村长合作，然后由村落去建制，我们也找到长期经营的人。晚上河畔伫尼泊尔用校车计划成功提升学生的上课率，来到新的环境也找出适合当地方法，60年小学的学生出席率也提升到95%。The attendance of our learners is increasing from 70% to 90 to 95%. 下年高岛的教育局表示，还有真侪小岛拢需要类似的服务。完善河畔以校准做典范的计划，期待未来会当扩展到更较侪岛屿，让学生会当有一条安全去读书的路。记者洪兆成、吴文良伫菲律宾下尼高岛的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中部地区25度到37度，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29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芊，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邀请各界推荐台基台资议委员候选人，推荐时间自即刻开始到9月7日拜5下晡6点为止，无论